本土疫情继续来拖，互袂少民众拢真烦恼，赶紧去注疫苗，希望会使量早注第3剂，互家己有保护力。不过有一寡人注射了后出现不良反应，甚至有人不幸死亡。接种莫德纳疫苗后，于隔天出现身体不适、胸痛、全身酸痛后失去意识，死亡原因为心休克、心血管疾病等，目前尚未收到正式审议结果。这位注射受害救济审议小组审查46位个案，其中33例注 AZ， 10例注莫德纳。经过判断了后，镜头和疫苗无关系，无救济。其他3例注 AZ、莫德纳高端拢得到救济，不过目前地方政府拢还未接到消息。不良事件通报目前是177件，审议了8件，其中2件是打 AZ 有赔偿，是分别赔偿了3万跟10万块钱，3139的一个案子哈。那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审议结果。8月24的时候施打了高端的第1剂，那在10月2号施打了第2剂，那之后出现了皮肤瘙痒的症状，救济金5000元。那不过卫生局目前是还没收到正式的公文。在这案例当中，上受外界关心的就是嘉义市迄个，这恐惊是头一个高端疫苗救济案例。不过，即马要是要等指挥中心等相关的单位来证实，才会当知影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